为期3天的新加坡秋季旅展，一直是因上大的展览。为了抢占重要的客源，台南市特别伫旅展以台南400为主题，展出丰富的旅游资讯加美食伴手礼，希望将好耍好食的台南骄傲一摆呈现。其中每天嘛率团前往，展现台南争取新加坡旅客决心。今年2024，我们台南市参加新加坡国际旅展的用意是希望把饼做大，吸引更多的国际观光客来台南。那当然，来台南之前先要来台湾，所以当他来台湾之后，看到很多地方，他也会自然而然来台。所以这里我们不管哪个县市，我们都是台湾队。那但是台湾队里面，台南市是最耀眼哦。上个月有一位新加坡的副校长到台湾充电3天，我说你去开会吗？他说不是，他去大吃大喝3天。所以各位看到说对台湾美食这样的一个喜爱。只要台湾队同心协力，将饼做大，相对麦当带动台南的观光旅游。根据了解，今年1月到3月，新加坡来台南的旅客人次比去年同期成长超过3成，嘛凸显台南这一冬外来伫新加坡观光市场的推广有了成效。台南新闻综合采访过的。